大家知唔知咩係血糖呢？簡單嚟講，血糖就係我哋血液入邊嘅葡萄糖濃度嚟嘅。葡萄糖係我哋身體最主要嘅能量來源，我哋每一個細胞都需要佢嚟運作噶。我哋嘅心臟要跳，大腦要思考，對眼要用嚟睇嘢，皮膚又要修復傷口喎。呢啲嘢全部都需要能量嘅，而呢啲能量仲好大部分都係嚟自葡萄糖添噶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暢銷書精讀班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好實用嘅書，叫做《Glucose Revolution》，中文可以叫做《控糖革命》嘅。呢本書嘅作者係一個法國女仔 Jessie， 佢喺矽谷做過關於基因科技嘅工作，但係後來因為自己嘅健康問題，就開始研究血糖對身體嘅影響啦。作者話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架飛機咁，而我哋自己就係機師嚟嘅。駕駛艙入面有好多控制桿，但係如果你淨係可以學識用一個嘅話，血糖就係最重要嘅控制桿啦。血糖會即時影響我哋嘅飢餓感、情緒同埋精神狀態，而且長遠嚟講仲會影響我哋會唔會患上各種慢性病嘅機會噶。咁葡萄糖又係點嚟嘅呢？植物透過光合作用令佢哋可以製造出葡萄糖，呢個係地球上最重要嘅生物化學反應，冇咗佢就冇晒生命噶啦。但我哋人類唔似得植物咁識自己製造葡萄糖，所以我哋就要靠食嘢嚟吸收啦。當我哋食澱粉類嘅食物嗰陣，好似食麵包、飯又或者麵咁啊，我哋身體入邊有一種酵素會將澱粉分解，將佢哋轉化做葡萄糖嘅。呢個過程好快噶，所以食完飯之後呢，血糖就會好快升高啦。但其實我哋唔一定要食碳水化合物先至有葡萄糖噶喎。如果我哋真係完全唔食碳水，我哋嘅肝臟可以將脂肪或者蛋白質轉化成葡萄糖，呢個過程就叫做糖質新生啦。所以話糖唔係必需品嚟嘅，但佢的確係一個好方便嘅能量來源嚟嘅喎。問題係現代人食嘅糖實在太多啦。作者話幾千年之前，我哋嘅祖先食嘅生果都係細細粒同埋多啲纖維嘅，亦都唔係咁甜嘅。但係經過人類幾千年嘅培育，依家嘅生果先至越嚟越甜，纖維仲越嚟越少添啊！再加上食品工業將糖提煉咗出嚟，方便我哋加入各種食物入邊。我哋每年平均食嘅糖已經超過40公斤啦，比起100年前係多咗好多倍啊！點解人會中意食甜嘢呢？係因為甜味會刺激我哋嘅大腦釋放多巴胺，令我哋 feel 到快樂同滿足喎。喺遠古時代，呢個機制仲可以幫我哋揾到安全又高能量嘅食物添啊！但係今時今日，呢個本能就反而令到我哋食得太多糖啦。好啦，講完咩係血糖，依家就用幾個比喻講下點解血糖飆升會對身體有害啦。大家想象下，火車上面嘅添煤工人，佢嘅工作就係將煤炭鏟入個火爐入邊。正常嘅情況下咧，煤炭會定時定量咁送嚟，佢可以慢慢咁鏟，等火車穩定咁行嘅。但如果有人不停咁送啲煤炭嚟，堆到成間房都係，佢根本就鏟唔到啲煤，最後搞到火車都要停低添啊！我哋身體入面嘅線粒體咧，就好似添煤工人咁，負責將葡萄糖轉化做能量。如果大量嘅葡萄糖一次過湧入細胞，線粒體就會處理唔切，跟住就會產生一啲叫做自由基嘅物質啦。自由基係好危險嘅，佢哋會隨機咁破壞我哋嘅 DNA、細胞膜同蛋白質，長期落去會導致各種嘅慢性病，包括係心臟病、糖尿病，甚至係癌症添啊！呢個狀態就叫做氧化壓力啦。大家又有冇試過焗多士呢？白色嘅麵包放入多士爐，出嚟就變成啡色啦。呢個變色過程叫做梅納反應，係因為葡萄糖同蛋白質結合而產生嘅。原來呢個反應唔只會喺多士爐入邊發生嘅喎，其實仲喺我哋嘅身體入邊不斷咁發生緊噶。有科學家研究過，初生 BB 嘅軟骨係白色嘅，但90歲老人家嘅軟骨咧就已經變咗啡色噶啦。即係話我哋由出世開始，身體就已經好似多士咁，慢慢咁老化緊噶啦。血糖越高咧，呢個焗多士嘅反應就越快啊！我哋啲蛋白質亦都會受損，冇辦法還原翻噶。好似膠原蛋白受損就會令皮膚鬆弛同出皺紋，眼入邊嘅蛋白質受損就會形成白內障。仲有一樣嘢要知嘅係，果糖造成呢種反應嘅速度係葡萄糖嘅10倍啊，所以食甜嘢其實比起食澱粉令人老得更加快啊。仲有啊，當血糖飆升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為咗保護自己，會盡快將多餘嘅葡萄糖收埋嘅喎。第一個儲存位係肝臟，佢可以儲大概100g嘅葡萄糖。第二個儲存位咧係肌肉，可以儲大約400g嘅。但如果呢兩個位都滿晒嘅話，多餘嘅葡萄糖就會轉化成脂肪，儲喺我哋嘅脂肪細胞入面噶啦。同埋要留意啊，果糖係冇辦法儲喺肝臟同肌肉入邊噶，佢淨係可以變成脂肪噶咋。呢個就係點解食太多糖會肥嘅原因之一啦。長期血糖飆升會帶嚟好多問題嘅。短期嚟講，你可能會成日肚餓，想食甜嘢，或者成日覺得瞓得唔好，皮膚差同埋容易情緒波動。咁研究發現，血糖飆升之後嘅急跌會觸發大腦嘅渴望中心，令我哋特別想食啲高熱量嘅食物。
而且長期血糖波動嘅人呢，抑鬱同焦慮嘅症狀都會比較嚴重㗎。長遠嚟講，血糖飆升仲可能會導致濕疹、關節炎、老人痴呆、心臟病，又或者二型糖尿病同脂肪肝添啊。作者特別提到呢，好多女性朋友都有嘅多囊卵巢症，其實同胰島素過高都有好大關係㗎喎。胰島素會令到卵巢製造更多嘅男性荷爾蒙，導致月經失調、體毛增加、難有 BB 等等嘅問題。如果可以穩定血糖、降低胰島素，呢啲症狀係可以改善甚至逆轉嘅。講完咁多理論，咁點樣先可以令血糖曲線平穩呢？喺呢度提供7個技巧俾大家。第一個技巧係喺食飯前20分鐘左右飲一大杯水加1湯匙嘅蘋果醋。呢個方法可以減少血糖飆升30%，長期仲有助減低內臟脂肪同腰圍添㗎。跟住作者叫大家要用正確嘅順序去食嘢，呢個技巧真係好簡單，而且仲好有效添㗎。同一餐飯，如果你改變食嘢嘅次序，血糖嘅反應可以相差好遠㗎喎。嗱，正確嘅次序係食蔬菜同纖維先，跟住食蛋白質同脂肪，最後先食澱粉同糖啊。你可以想象你個胃係一個洗手盤，如果你一開始就食飯或者麵包，啲澱粉就會好快落到條腸度，變成葡萄糖，然後湧入啲血入邊，血糖就會即刻飆升噶啦。但如果你食菜先呢，纖維就會喺腸道入邊形成一層保護網，減慢之後澱粉嘅吸收速度啦。有研究顯示，只係改變食嘢嘅次序，血糖飆升可以減少73%，胰島素飆升亦都可以減少48%噶。作者亦都鼓勵大家唔好數卡路里喎，可能好多人都會好驚訝。我哋一直以為減肥就係要計住吸收咗幾多卡路里，但作者話呢個觀念其實係有問題噶。卡路里其實只係量度一樣嘢，燃燒緊嗰陣會釋放幾多嘅熱量。要量度一個冬甩有幾多卡路里，科學家會真係燒咗佢，睇下佢可以令幾多嘅水升溫。但問題係我哋嘅身體唔係火爐喎，同樣卡路里嘅食物喺我哋嘅身體入邊可以有完全唔同嘅效果噶。舉個例啊，100卡路里嘅果糖同100卡路里嘅葡萄糖對身體嘅影響係唔同嘅。果糖會更加容易變成脂肪，造成發炎，同更容易令人肥嘅。所以同樣卡路里嘅甜品同鹹嘅嘢食，甜品對身體嘅傷害係大啲㗎。有研究揾咗一班肥胖嘅青少年，叫佢哋將飲食入邊嘅果糖轉成葡萄糖，但係總卡路里保持唔變嘅。結果9日之後，佢哋嘅血壓改善咗，脂肪肝改善咗，糖尿病風險指標都改善咗，有啲人仲開始瘦落嚟添啊！所以作者嘅建議係，與其計卡路里，不如留意下你食緊嘅係咩分子啦，食多啲纖維、蛋白質同健康脂肪，食少啲精製澱粉同糖，就算食多咗卡路里，都可能會更加健康噶。下一個技巧係改變你嘅早餐，因為早餐嘅血糖反應係會影響你全日嘅。如果你早餐食咗啲會令血糖飆升嘅嘢，你全日都會喺血糖過山車上面不停咁想食嘢，精神仲會升下跌下咁添啊！但係如果你嘅早餐食得好咧，血糖就會穩定啲，你會發現自己唔會咁快肚餓，精神都會好啲添噶。朝早空肚嘅時候，我哋身體對血糖嘅反應係最敏感嘅。同一樣嘢，朝早食同晏晝食，血糖飆升嘅幅度可以差好遠噶喎。所以早餐係最唔應該食甜嘢嘅時間，但偏偏好多人早餐都係食最甜嘅嘢，例如係穀物早餐、果醬多士、橙汁或者係 pancake 配糖漿咁。史丹福大學做過一個實驗，揾咗20個冇糖尿病嘅健康人士食粟米片早餐，結果發現80%人嘅血糖飆升到糖尿病前期嘅水平，有啲人仲去到糖尿病嘅水平添啊！咁早餐應該食咩呢？作者建議係食鹹嘅嘢。一個理想嘅早餐應該要有齊蛋白質、脂肪同纖維，澱粉同水果都可以有嘅，但記得要留喺最後食喎。例如炒蛋配牛油果、煙三文魚配芝士、希臘乳酪配堅果，或者火腿芝士三文治都係一啲好嘅早餐配搭嚟嘅。關於糖呢，好多人會以為蜜糖比白糖健康，椰子糖比白糖天然，龍舌蘭糖漿又比白糖低升糖指數喎。但作者話呢啲全部都係錯覺嚟嘅。作者話俾大家知，所有嘅糖無論佢叫咩名，嚟自邊種植物，本質上都係葡萄糖加果糖。佢哋喺你嘅腸道入邊會變成一模一樣嘅分子，對你身體嘅影響都係一樣嘅喎。如果想食甜嘢，最好嘅選擇係食完整嘅生果，因為生果入面嘅糖分量比較少，而且仲有纖維幫手減慢吸收啊。如果真係想食甜品，記得喺正餐之後食，最好唔好分開食喎，咁樣血糖都會升得冇咁快噶。作者都建議大家食完飯之後喐動下，可以係行下路、做下家務呢啲輕微嘅活動，因為當我哋嘅肌肉收縮嘅時候會需要能量，而能量嘅主要來源就係葡萄糖啦。
所以當你食完飯之後，葡萄糖湧入血液嗰陣，如果你嘅肌肉喺度做緊嘢，佢哋就會即刻拎啲葡萄糖嚟用，而唔使靠胰島素幫手啦。咁樣血糖就唔會升得咁高，胰島素都唔使分泌咁多啦。研究顯示，食完飯之後行10到20分鐘路，可以減少血糖飆升27%噶。如果做負重運動，效果仲好添啊，可以減少30%，而且之後24小時嘅血糖都會比較穩定噶。最好嘅運動時間係食完嘢之後70分鐘內，因為血糖通常都係喺呢個時候去到最高點嘅，唔使做好劇烈嘅運動，行下路已經好有幫助噶啦。零食嚟講，好多人覺得肚餓嘅時候食粒糖或者能量棒可以提神，但其實呢個係錯嘅。甜嘅嘢食會令血糖急升，然後急跌，結果只會令你過一陣更加冇精神，更加肚餓嘅啫。如果你真係需要食零食，作者建議食鹹嘅，有蛋白質同脂肪嘅嘢，例如係堅果、芝士、雞蛋、牛油果、希臘乳酪同埋火腿呢啲嘢，佢哋唔會令血糖飆升，仲可以令你飽得耐啲，精神都穩定啲噶。呢本書唔係叫你戒糖，唔係叫你節食，唔係教你計卡路里，佢只係教你點樣可以聰明啲咁食嘢啫。食菜先再食飯，早餐食鹹嘅嘢，食完飯行下路，零食揀堅果芝士，甜品留喺餐後先食。呢啲改變雖然好細好易做，但係對健康嘅影響可以好大噶。作者自己就係因為學識咗呢啲知識，解決咗困擾佢多年嘅腦霧同疲勞問題啊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冇精神，成日想食甜嘢，減極都瘦唔到，皮膚唔好，情緒又時升時跌，不妨試下呢本書入邊嘅方法啦。唔使一次過做晒嘅，揀一兩個最容易嘅開始，慢慢你就會感受到個分別噶啦。我哋嘅 channel 逢星期1、3、5出片，如果覺得啱睇，可以俾個 like，再訂閱埋我哋嘅 channel，share 埋俾你嘅朋友睇就最好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